多谢明兰对联关税为32%降到20%，以下不过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除了指出讲这是严重失败以外，嘛强调讲加上汇率的损失12%加起来，依然是32%。另外，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嘛表示讲，将会要求行政院长杜永泰到立法院做专案的报告。我想今天公布的28号是对台湾一个重大的挫败。关税出来啊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向增加行程，直接讲是重大失败，所针对32%这个数字。那加上我们的台币又快速的已经贬值了，台币又升值了12%，那这两者加起来就造成整个产业的负担，其实还是32%。朱立伦阁透过关税议题来呼吁政府，立议通过整形条例应该随生效，普发现金，莫讲用息现来动。搁在党员支持核三的公投案来呼应民众党，要求周荣泰到国会来进行专案报告。下个礼拜一上午9点钟，邀请各个党团的代表来参与协商。不过，进前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就声称有消息表示关税就是32%。今嘛台湾上新的关税出来呀，赵少康面册老话红老甲别开，目友讲，敢毋是讲32%，莫搁再黑白讲啊？唔知影这32%害偌济人股票了钱。蓝白今天为了去解救这个赵少康的内线消息失准了，都急切的要用攻击来转移焦点。再次强调，就是阶段性的税率。关税谈判这么久，总算是出来呀，在野党口条前嘛无被放伊煞，毕竟是关系到民生，互哪力白，搁再引起嘴烂战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